今日會開箱呢個 Hedonic 復古造型數碼相機，睇睇佢包裝先。牛皮紫色加上簡單嘅懷舊設計，好有個性啊！其實第一次喺網上見到有人介紹呢部相機，就俾佢嘅造型吸引住啦，好想買佢翻去玩啊！買咗之後先至發現原來有另一款銀色盒包裝，上面印有一啲簡體字。而我買呢一款應該係 Hedonic 喺香港代理咗呢部相機，換咗已經加上公司名嘅包裝，響今年1月尾先喺香港開始發售。打開紙盒，裏面有個級索，除咗主機，後面有說明書。一條印有品牌名嘅肩帶繩，非常黑 sell， 同埋一條 Type-C 充電線。而網上見到銀色盒包裝嘅，仲包一張16GB 記憶卡，但係見主機有行細字，而我買嘅就冇細字，只有呢部相機名、初照嘅英文譯名。再喺網上查一查，我買嘅原來係新版，不過就唔知兩者功能上有冇分別啦。好啦，等我繼續開箱呢個主機先。等等，好靚仔啊，拎上手好有質感。最特別係還原舊年代嘅手搖古董相機，仲有可以打開個蓋，好有儀式感，充滿咗好玩嘅感覺啊！呢部 CCD 數碼小相機，你以為佢係雙鏡頭咩？其實最上面呢個係假嘅，只有下面嘅鏡頭先至有實際用途。正面有4粒按掣，等我講解一下點樣操作啦。如果喺用家嘅視角，左下係開關或者係濾鏡嘅按掣，長按2秒開機，再出現初照嘅 logo 同埋名。1.54寸高清屏顯示彩色影像，再按一下開機按鈕，就會切換濾鏡為黑白色，有啲舊相嘅感覺。再撳多一下就會轉返去影彩色嘅畫面，隨時可以快速隨意轉換。對焦點只有中間嘅位置，白框變綠色就代表已成功對焦啦。如果唔想自動對焦，就可以撳一下左上掣，出現 off 嘅指示。而家點喐都冇反應，唔會出現焦點範圍。呢個時候就要試下手動對焦啦。右側嘅搖桿軸心其實隱藏咗一個對焦按鈕，撳一下就對焦。當主體唔喺中間，係偏左右嘅，就可以先對完焦，再移動相機去構圖，再撳一下左上掣，就返返去自動對焦。影相就撳一下右下掣，咔嚓一聲，停頓一下就影咗啦。隨即就可以繼續影下一張1比1嘅構圖，視覺上有獨特嘅感覺。如果想轉為拍片模式，長按右下掣2秒，自動變咗一個16比9嘅顯示框，會顯示錄製時間。再撳一下就停止錄影。另外可以用搖桿轉1圈左右就會開始拍片。如果停止搖，會倒數6秒後自動停止錄製。搖起上嚟，其實畫面都有啲喐動，長按2秒錄影會比較實際啲喎。想睇相就撳一下右上掣，利用搖桿可以向前或者向後去睇返影低咗嘅相。如果想播放影片，撳一下右下掣就可以開始播放㗎喇。如果想拆除啲相呢，選擇咗一張就撳一下左上掣，會出現垃圾桶同埋 yes or no， 用搖桿選擇 yes， 再撳一下右下
就可以㗎啦。關機就同開機一樣，長按2秒左下嘅按鈕。雖然我都係用玩具價買返嚟，但係都唔太滿意呢個蓋，想刪蓋嘅時候，如果單一邊收入去就會卡住。一定要用2隻手指先可以閂埋，過程中亦會有機會刮花個顯示屏。另外底部有一個連接 Type-C 充電嘅接口，同埋入 SD 卡嘅位，但係感覺太難插入張 SD 卡，要用指甲大力推入去先至卡得實。另外嘅問題係，當光線反差比較大嘅時候，高光就會肯定過曝。呢啲相可以作為參考。仲有嘅就係響黑白模式拍片嘅時候，會黑白變咗揭色，突然又變返去黑白，好唔穩定。順便喺呢度提一提，對焦係從10cm 到無限遠嘅，呢個係我太近嘅錯誤示範，令主體對唔到焦。另外冇鏡頭蓋都係一個問題，好容易整花前面嘅鏡頭同埋入塵。呢度可以俾大家聽下現場嘅收音。近期多咗唔少市民主動將一啲檔案並且擺上網，共同之餘仲可以提醒其他人。當戶外光線充足嘅時候，表現都唔錯㗎。始終佢係配備咗1/4寸嘅CMOS影像感應器。暗嘅環境正常會差啲啦，都係好合理嘅。如果問我值唔值得買，其實唔使400蚊買返嚟，又玩得又睇得，都算抵玩啦。佢簡單操作，腰屏取景方式更加獨特，配備高清屏240x240解像度，畫面細膩，支援12M 高解像度相片拍攝，1080P 高清影片錄製，自動曝光同白平衡。另外佢係 Type-C 充電接口，充電時間只需要2至3個鐘，插電又快又方便。用 Micro SD 卡支援最大64GB，我就用咗40蚊買咗張32GB嘅，一張相只有4M 左右嘅 JPEG 格式，所以都好夠用。設計輕巧，不足120g嘅重量，長時間掛喺頸都冇負擔，當襯衫裝飾都唔錯啊！好啦，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各位睇到最後，記得俾 like 同訂閱我頻道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